这首歌叫《奇异的妇人》，今天一直考虑要不要唱这首，因为刚刚下雨了。我有跟他们练习，然后也唱了这首歌，然后是我自己的创作，也是一个全阿美族语吟唱式的一个创作。好，《奇异的妇人》，然后跟我们部落的年轻人跟大家分享这首歌。 你们还会唱什么歌？我忘记了。好，那好，唱一首歌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就是那时候跟他们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些创意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因为我觉得，要让讲母语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可以让年轻的他们可以接受。我就用自己创作的方式，然后自己写了一些作品，然后那时候让我在写歌的过程，刚好那天，不是那一天呢，就是碰到一个艺人叫温岚，你知道温岚他是那种挑那种电音的有没有？
跳舞的，就是一些就是唱一些流行比较快的歌这样。然后我想说，跟他合作之后写完之后，我想说我也要写一些比较属于年轻人流行的快的歌这样。于是我就写了一首，应该算是原住民音乐史上的第一首电音舞曲。没有听过原住民的用母语来唱电音，应该很少吧？很奇怪哦，没听过。有些粉丝没关系，你们就假装没听过。在场有粉丝吗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你们人比较少呢。等我。有一天我在台东爆红的时候就不会是这样。在台东爆红了，好。然后这首歌叫《改油印》，阿美族的话就是美少女的意思。美少女知道吗？就是小姐啊、未婚女子啊、姑娘啊，就改油印这样。你们学一下阿美族的话好了，我教你们怎么讲。改油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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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Bonjour， 改油印。然后这样很像法文了吧？有没有觉得学原住民的话很时尚了？有哦，很时尚啊。好，然后这首歌叫改油印，然后我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唱，试试看好了。当我唱嘿呦的时候，你就嘿；我唱嘿呦的时候，你就回答改油印。我试试看。嘿呦，改油印，乌马安嘎乌拉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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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简单吧？简单啊，可是等下是电音的哦，好不好？对，这样我试试看好不好？啊，那我要练习当 DJ， 我没有当过这种，好难哦。老板不太会用电脑呢。我的天哪！会了。我的天哪！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不是因为我们花钱没有钱去请 DJ 啊，我们就假装是夜店。好了，带这首。